来看台南市麻豆的文兴店，昨下晡飞来几万只的蜂，拢停伫关圣帝君的神像顶头。大概10分钟后，搁再飞走哦，互信众是真好奇。农业局是表示讲哦，目前是蜂在生活的季节，一大群蜂哦是对蜂王在找新的收，民众唔免伤紧张。超过万只的蜂仔雄雄飞入去麻豆文兴殿的正殿，搁伫咧关圣帝君的神像头前飞，甚至搁有几只蜂仔伫咧香炉内留下白过的字，互民众看了拢感觉真神奇。新奇，自己到今麦都没看过这侪吗？唔系，啊蜜蜂家嘛拢无，在那个庙里面，一直牵，然后飞出去。民众有家己的看法，建庙已经210栋的麻豆文兴殿，第一次拄到这款的景象。为中门遐一直入来，然后伫这个殿内，伫这大厅的殿内遮开始伫遮盘旋。啊，这是算讲阮建庙300几栋来吼，唔捌发生的代志啊。蜂仔是伫咧大电视能量大约10分钟，刷落来又搁一大群对正门飞出去，过程当中嘛拢无共人订。对此，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，这是正常的蜂仔迁移。老的蜂卵吼，带一阵较臃肿的迄种蜂吼，分收出去。啊，起家厝留有即个新的蜂吼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吼。伊啊，迄个所在适合时阵伊会当了做收，啊，无适合伊就走出。这个月中，台南市中心的樱花宫嘛有真侪蜂仔飞到庙头前的广场顶面，故意到固置伫咧庙前的高瓦顶顶面。庙方讲，逐年拢是这个时阵出现，其实这就是伫春了后蜂仔繁殖，春夏间蜂仔分收。而农业局嘛呼吁，蜂仔找新厝的过程当中，若是民众拄到，唔免真惊吓，或者是去甲蜂仔人，都免烦恼会去用定。记者郑云台报道。